總統賴清德接受專訪的時陣就表示，想要邀請飛達執行長黃錦輝來參訪台灣的發電廠。黃錦輝表示講，這是正大榮幸。佢講台灣頭一季 GDP 成長率14%，為了台灣的繁榮和經濟，台灣需要能源。不過，這美股普通的財報無遐好，拜五亞洲股市攏總落，親像台股呢早盤大落超過1400點，最後收在45070點，落606點。飛達執行長黃錦輝結束來台14天的行程，今日早起準備坐飛機去韓國拜訪供應鏈友伴。對於總統賴清德提出要邀請黃錦輝做伙參訪台灣發電廠，黃錦輝講這是真大榮幸。I would appreciate the invitation, and it would be a great honor, of course. Taiwan needs energy, and the reason why Taiwan needs energy is because the industries are growing 14% in just the first quarter. 黃錦輝講，能源是工業成長的必要條件，所有希望發展壯大的產業攏需要能源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即陣仔佇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，因為人工智慧的帶動，去年台灣 GDP 升懸到8.7%，佇亞太主要的先進經濟體摕到冠軍，超過新加坡、日本甲韓國這個國家。全球排名入面第7名，面臨去年的高基期，主計總處也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要9.64%。當 AI 需求快速爆發的時候呢，形成低基期加上所謂的高成長的這個效果呢，使經濟成長率特別的顯眼。雖然台灣 GDP 可望閣創下新高，不過拜五亞股煞落價，因為美國普通的財報甲展望無好，點到全球開始賣半導體股。初五韓股收盤大落5.54%，日股收盤落882點，收佇66588點。台股早盤上加44209點，落價超過1400點。好佳在落價幅度有較點優惠，終場以45070點收盤，落606點。在外資的期貨空單昨天是接近7萬口一旦有一個風吹草動，外資可能手腳都會比別人快速那這也是近期波動比較大的原因之一。3月法人賣超台股1100億，其中外資就達到820來億，金額創下今年第6大。分析師認為，這陣仔台股也有可能出現關動起落，若是 AI 股起勢熄火，台股的盤面就會轉較平和。記者採訪報道。